我虽然四面受敌，仍坚定站立。困难所造我，因你扶持我。我行过死荫幽谷，但我不畏惧。你与我同行，我已经下定决心，在这里开口献上至高赞美。当我宣告，我相信你带来改变。献上自己，全心全意来赞美你，献上所有一切，奉你名献上赞美祭。Right here, right now，赞美冲破天际。Right here, right now, this is where the walls, this is where the walls come down. 我不再害怕战斗，因我信靠你，我信心建立，因我高举你，胜利曙光在前方，我向前迈进，城墙要倒塌，我夺回应许之地，在这里开口献上至高赞美。当我宣告，我相信你带来改变。献上自己，全心全意来赞美你，献上所有一切，奉你名献上赞美祭。Right here, right now，赞美冲破天际。Right here, right now, this is where the walls, this is where the walls come down. 礼拜即将开始，请将手机关震动或者是关机，谢谢合作。Right here, right now，赞美冲破天际。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首先，我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并且呢，给你旁边的邻居一个最甜美的微笑，跟他说：“今天看到你真开心。”感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今天的一开始，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让我们用喜乐的心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圣灵到我们的当中。因为我深信，在今天早晨我们的敬拜里面，我们的心要被安慰，要被医治，我们的健康要被恢复，我们的信心要被神调望。阿们吗？阿们。阿们。我们用一些些的时间，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将我们的焦点全然的放在神的身上，让我们再一次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就在今天早晨，让我们渴慕神再一次来更新，来恢复，来复兴我们的生命。我们用一些的时间，我们自己向神来祷告。你可以用方言，你可以用悟性，但是我们一同同声的开口，为着你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
请我们的圣灵。圣灵啊，我们欢迎你。圣灵啊，我们欢迎你。圣灵啊，我们渴慕你。圣灵啊，我们渴慕你。圣灵啊，愿你在这里。圣灵啊，愿你在这里。圣灵啊，求你运行在这里。圣灵啊，求你运行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在今天早晨，我们要再一次遇见你。主，求圣灵，你来触摸我们的心，你来深深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是有价值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手中，在你的怀抱里面，我们是被爱的。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你运行在我们当中，你恩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今天早晨再一次领受圣灵的降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好，让我们今天敬拜的一开始，我们要用主祷文再次向神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神的荣耀要降临在我们当中，阿们吗？阿们。我们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神的荣耀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主耶稣是荣耀的君王，天要敞开，他的荣耀要降下来，一起来敬拜他。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
旁边的说：神的荣耀与你同在，神的荣耀与你同在。我们认识的主耶稣是大有能力的神，至今能行神迹。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颤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颤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起来拍手！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耶稣的恩典时刻与我们同在，从早晨到夜晚，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感恩。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愿望
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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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高举我们的手来称颂我们的主，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宣告说，我们愿意一生都跟随主。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在神的预备当中，让我们有培育学校门徒训练的这个过程，这是神量给我们最美的产业。阿们吗？阿们。我们感谢主，让我们透过1年半的时间，我们又有一批的培育学校的同工，他们要被成全，然后将来他们也要成为小组长来服侍众人。感谢神，让我们透过培育学校，圣经里面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透过各样的恩赐，乃是要建立神的肢体，彼此成全。阿们吗？阿们。所以这个时刻，牧师要邀请我们来为培育学校的我们的每一个学员，特别今天是毕业班，我们今天有15位，我们要来为他们祷告，求神的灵让他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他们是越走越有信心，就像约书亚一样。阿们吗？阿们。这个时候我们2个人，我们来 RPG 为我们培育学校，我们
毕业班的同学，为他们未来的服饰，我们为他们来 RPG 的祷告。2个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我们毕业班的这些的同学们，让他们在认识神，在服事上更有恩赐，更委身在小组，在教会里边，也委身在他的家庭当中。哈利路亚，笑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装备在每一个门徒，你装备他们成为门徒，就成为可用的器皿，并且是成为圣洁的，脱离一切的卑贱，在神的里面被神你来使用。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神你是垂听祷告的，我们的毕业班的同学，主你要使用他们。哈利路亚。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主。哈利路亚。我们用敬拜来支持他们。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双手来赞美高举他们。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这是你对耶稣的宣告。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们对耶稣表达我们的爱，耶稣爱我们，我们也深切的爱他。主的爱无止境。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们来，我的主。毕业班的学员来上毕业班。我的主，我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一起来。一起说主啊，我爱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们单单夸主的爱。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要夸你的爱无止
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神最爱你，也最爱我。哈利路亚！把神给我们的爱用掌声归给主。哈利路亚！阿门。你听到旁边的人他的掌声，你觉得那个掌声美不美？阿门。你跟他说，你献给神的掌声特别美。再一次好不好？因为我们的神是最美的神。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你配得一切的荣耀、掌声都归给你，归给你。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来给我们永光的尊荣文化，跟旁边的人说，请坐，大家请坐。这时要来攻读圣经，记载在提多书2章11到15节，请。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虔诚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合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这时要请周牧师讲道，他讲到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活与指望。基督徒的生活与指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他是配得的，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阿们。并且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所有服侍的同工，他们都是预备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我们来就是享受跟他们一起用这样的热情，用这样的喜悦的心，把我们一个礼拜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阿们。并且我们带上我们的祷告，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我们知道一定有神最美的旨意。在安静的时刻，我们可以领受到神的心意。阿们。并且我们也巴望神指引我们的道路，在每一天我们继续活出他的美好。阿们。你跟隔壁说，你的生命是美好的。来，阿们。好，这时候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是的，我们有百倍的信心，我们可以活出美好，因为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定的，命定给我们的，我们只要领受就可以得着。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就是你我成为基督徒，我们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指标没有，而且盼望我们更能够把今生到永恒的议题能够放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时刻当中。我相信我们找的就是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阿们。你想期待你在生命里面可以把那最好的宝藏可以挖出来吗？阿们。对，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找着这一切哈。所以感谢主。那我们感谢主，上个6月我们有这些的新朋友新加入哈。今年6月第一个礼拜受洗或者是转籍到我们当中的，今天有参加旅拜的，我们请他们举手一下好不好？OK， 我们的新家人哦，哇，感谢主哈，感谢主，好，请放下。既然是新家人，我们要更多的怎么样爱他们，对不对？让他们感觉到这一股的温暖让他们知道
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爱是可以不断的扩张的，那影响力不断会在我们当中来彰显，并且牧师也祝福他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保守祝福当中，并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宝血来遮盖保护让他们的每一天都更美好。阿们。对，好，教会我们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说教会是有机体。那有机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表示教会是有组织的，是有生命力的，教会是可以成长的。阿们。不但成长，教会是可以世世代代传承的，这才叫做有机体的教会。阿们。如果教会渐渐的衰老，年长的慢慢的失去了，回天家了，然后新进的新生儿都没有进来的话，那教会会变成怎么样？那有机体就变成枯萎下去了，那不是神所祝福的教会。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了解教会在希腊文里面，别的字不学，这个字你一定要，这个词你一定要学哈。这个词叫做 ekklesia， 不是 ecclesia， 那比较好记，对不对 ？ekklesia， 我们一起说一次来。我们是西亚，台湾还有 ekkle 再说一次来 ，ekklesia，ekklesia 它是副词就两个词结合起来 ，ek 就是出来的意思kaleo 是呼召的意思是 ekklesia 是这两个字复合在一起的。那这两个字用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一群被呼召出来的。那被谁呼召有没有关系？关系重大，对不对？我们看有很多的社团他们按着他们的兴趣被吸引就参加社团，对不对？不管是登山社啦、打球的啦、游玩的有很多的社团，那打牌的也有很多社团，对不对？他们还是怎么样有一个目标，共同的兴趣，所以他们就结合在一起。但是教会很清楚的 ekklesia 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被神所呼召出来的，因为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集结在一起，并且神告诉我们，教会是有机体有机体是可以成长的，是可以不断传承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在教会永光教会，我们可以看见一代一代的传承，这很棒如果你看到他隔壁的看起来就是30岁以下的，你跟他说你是永光的未来，来 OK， 我说看起来OK， 所以看起来我们这里没有40岁以上的，对不对？有没有40岁以上的，对不对？当然啦，我们在属灵的层次里面，我们都非常年轻活泼的如果你要说老，你不能说老，因为你看到牧师就是不老这是充满信心、充满活力的这是神给我们量给我们永光教会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既是这样子，我们就要清楚知道，既是教会永光教会，就必有属天的 DNA。那属天的 DNA 是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去挖掘去领受而且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不是跟社会的潮流跑的，不是社会的潮流，那个价值观变来变去对不对？3年5年就变一个不同的观念出来，那你要跟随吗？哇，很辛苦而且很多都是走进死胡同没路，然后再撞再回来，再找一条路，那一条路还是撞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明白，成为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我们不但有属天的 DNA， 有属天的价值，我们享有永恒的盼望。这永恒的盼望，我们称它是从今世到来世的一个连结，而不是来世以后才谈的不，在今世就要明白那一条道路。这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在学习的，并且我们要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在执行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当然我们知道
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传扬福音，见证福音。阿们。那你我有见证福音的好处吗？阿们，好棒啊！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基督徒，我们是带着磁铁般的吸引力的。好，我们在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是有吸引力的。我们叫同事看见我们，就看见你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你比较阳光，你比较喜乐，哇！你好像比较对未来好像比较有盼望，那是理所当然的。阿们。你跟他说，对，你跟我去一个团体，你就会感受到，把他带到小组来。阿们。带到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让他来领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不断在执行这件事情，就是分享福音。阿们。你是一个分享福音的人吗？阿们。跟隔壁说，我是分享福音的人。是的，这是我们，所以可以看见啊。那今天我们读到的是我们读经计划上个礼拜的提多书提多书很短哦，我们可以看见，但是牧师还是想把提多书它的背景让我们知道，然后你就会看见为什么牧师把提多书第2章这段经文定为基督徒的生活跟指望呢？保罗第一次从罗马监狱被释放的时候，他就撰写了2本书第一本叫做提多书，第2本是提摩太前书。那提多书好像就是后来提摩太前书的精要版一样的如果我们看就会知道，这都是在保罗教导他的徒弟、他的同工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在面对社会这些疑难杂症的问题的时候，包括教会内部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靠信心活出真理来，他做最棒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了解，原来提多是保罗很得力的助手之一因为他还没派到克里特岛，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之前他在哥林多教会也被赋予重责大任来牧养哥林多教会。那如果我们懂得读哥林多前后书，你就会发现哥林多教会问题重重，所以让保罗非常的头痛就像昨天牧师头痛一整天对，这样子的话我的头痛跟教会没关系我吓一跳是我不舍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女儿小鱼神接她回去的那个不舍所以昨天牧师身体就有一点状况但是感谢主，我还是靠主刚强，对不对？感谢主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提多是保罗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在哥林多教会做了美好的事情，让保罗头痛的事在提多的努力之下慢慢的解决掉。而这次呢，保罗也一样他来到了克里特岛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传福音但是克里特岛也很特别有传道人就这样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你说这个地方要不要传福音？我看不要放弃好了，对不对？不，越恶兽的地方越需要救恩，对不对？越馋又越懒的人，又更需要神的福音所以呢，我们看见保罗将提多留在这里，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任务，但是保罗知道怎么样鼓励他的同工，所以就提到把书信写给提多，让他来了解怎么样在教会建立教会的时候，怎么样来设立长老来治理教会，怎么样帮助信徒，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族群他们族群都是要想到自己的好处，所以彼此的竞争彼此的批评在教会当中引起了非常的大风大浪的。那提多去要面对这一些，所以保罗就教导提多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些，来按真理牧养，让信徒活出真理来，活出基督的爱来。哇，这是非常棒的所以感谢主神带领我们来到永光教会，牧师进入27年
27年的光阴，那神也一路带领我们看见非常爱我们教会的这些的长辈，他们建立了好的德行信仰，渐渐的累积这样上来。我们也看到新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从受洗归入基督名下的，或者其他教会教派来的，我们都是重新的愿意来看见神在永光教会的 DNA， 而且有这样的领受，我们就有共同的意向，往神量给永光教会的意向往前来迈进哦。所以今天我们的毕业典礼就是一个最棒的见证之一，我们看见神一路的带领，所以感谢主，我们不要怀疑，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阿们。在基督徒里面，保罗非常清楚告诉提多，对，也要教导百姓明白。这今天牧师也站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清楚告诉各位，如果我的讲道篇不是礼拜5以前写完，我礼拜6根本就没有办法写讲道篇因为真的是非常的痛心，但是不舍，但是却带着盼望。所以我们的姐妹很年轻哦，对不对？几岁？37、38岁离开了我们，但是她回到了她所信的，因为她在最疼痛的时候总是跪下来祷告，很棒。牧师最痛的时候，孩子跟我做见证的说：“爸，你就是两句话，就是感谢主，就是哈利路亚。”这是我们非常踏实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所以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不要怀疑。阿们。你跟隔壁说，不要怀疑，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来，是的，所以从这段经文，牧师提出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那保罗就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那以前没有显明吗？有，其实有，只是人不去领会，没有办法了解这奥秘。过去神在创世，我们知道神创世以前早就知道他所创造的人类后来会背弃、被引诱，对不对？离开真道，他早就知道了，他早就预备了救恩的计划，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救恩的计划，人们有去了解吗？人们觉得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你现在传福音最容易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对不起我有祖先崇拜，对不对？第二个会说什么信就可以得着，哪有这么好处？我们都要积功德，不是吗？做好事才有好报，对不对？但是基督的信仰是告诉我们对价关系是这样吗？不是哦。主告诉我们，透过保罗也清楚告诉我们，透过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走向里面，发现了对整个宗教改革里面让我们了解的因信称义，因为相信神就算我们为义人这件事情，在一般人来讲没有办法体会，他们觉得不可能，天下没有白吃的什么午餐，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都在吃白吃的午餐对，因为我们信就可以得着，很特别所以感谢主，这奥秘却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保罗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掩的奥秘坚固你们的信心，并且怎么样？这奥秘如今已经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哇，很清楚，对不对？过去是奥秘，而如今神显现出来，透过过去这历史所有的先知的书，虽然当时候的人读起来不了解，但是透过圣灵，透过耶稣基督的成就，让我们已经来明白这真理就在我们的心里。而这奥秘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借神爱子的宝血得以蒙拯救，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阿们。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明白，
为什么我们可以白白的领受这恩典？为什么有可以免费的午餐可以吃？乃是因为出于神的恩典，这午餐就是神的救恩。阿们。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明白。而这样的一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保罗清楚就告诉教会说，我们要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来度日。神救我们他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教导我们可以持守神的祝福，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的内涵跟态度。如果是消极来讲，就是过去我们不认识这位真神，也许我们污蔑他，我们轻看他，而如今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应该踏实的来追寻，来努力更多的认识他，享受神的恩典跟救恩，并且我们要把过去错误的非神的意念，非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些属世的价值观，我们都要摒弃，我们都要除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更积极的就在世上能够谨慎自守，能够过圣洁敬虔的生活，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这样的来度日子。这是积极的方面可以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在神所喜悦的生活里面，这是必要的哈。所以我是基督徒，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呢？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是基督徒，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是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是靠神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就不再犯罪。我们可以回头的时候，神就饶恕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主我们在6月有18位的新家人加入我们了。那这样的一个从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吗？更重要的是要斩断过去所谓罪恶的生活，有一个新的生活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展现。所以感谢主我们看见有好几位的弟兄姐妹新家人今天都回到这里来敬拜，还在年假过程，你们选择的回来，这是最棒的一个祝福。因为你把这时间分别为圣出来，神就把你分别为圣，神就按着你所需所求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的会带领你。所以受洗不是一个终结只是一个过程的一个开始，就是开启你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生命的方向、新的生活的一个启动。而这启动就是让我们可以群体一起来，我们一起来，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走，我们是一起来，有教会的生活，有主日礼拜，大家一起来这里敬拜神。那有小组的生活，可以分享对真理对神的话语对生活上一些的难处，我们可以透过小组彼此的帮补、彼此的祷告、彼此的扶持，我们就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见证都在小组里面印证神的同在。阿们。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进入他里面的，让我们来了解。保罗特别说，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来，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很特别他说他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我们是被特别拣选的，好像那鸡蛋是什么电脑选过的对不对？你跟隔壁说你是电脑选过的这是特选的，知道吗？是特选的，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是特别神拣选我们归向于他，那我们当然就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可以展现出来，对不对？
有基督完全的爱、牺牲的爱，可以自然的流露出来。所以我们热心为善，不是被逼、被要求的，不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非常自然的一个生活的形态、生活的模式，是很自然的见证有基督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家里。阿们。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更知道神爱的长阔高深的时候，更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自然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活出神的样式来。阿们。所以热爱主日礼拜，参与细胞小组，常常祷告读经，凡事谢恩，都是我们日常基督徒的生活。阿们。你跟隔壁说，这4样我都持守。来，阿们。哇，这个声音够洪亮，表示99%的人都有回应，对不对？哇，这是很棒的，这是永光人，所以应该有的。感谢主。好，所以你是一个喜乐满意的基督徒吗？你要宣告，我是一个喜乐满意的。生活有难处吗？甚至会流眼泪吗？会痛吗？但是你还是可以喜乐，对不对？因为喜乐像泉源般的，是不由自主的，从神而来的，不是自己叫自己再怎么样假装喜悦，不是，是因为有这一份的信仰，有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明白。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彰显。这等候的意思表示说，有前面还有一个前面的路段，对不对？还有一个要走的，对不对？在等候的意思表示很特别因为在前面他有说到今世那表示今世是一个短暂的，而来世呢才是永恒的盼望。所以这等候表示基督徒的我们的生命不能被这世界所辖制的，被世界的观念所辖制的所以等候教导我们有更美的在前头，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要更了解的。等候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怎么样，不管你现在的困境是什么，你总要耐心的等候，因为你求了，神就应允我们，对不对？你祷告了，主应许，他就跟我们同在他既听我们祷告，难道他不会为我们排除万难吗？你要相信是可以的。所以牧师最好的见证，从不开刀最后决定开刀，是非常的平静安稳的，是100%相信神的，所以神就一路带领。阿们。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有时候该等候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刻，因为那是跟神更连结的时刻。当你等候，当你迫切想要，但是必须要等候的时候，你会不断的求，对不对？那就是跟神最亲密的时刻咯。所以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一定有一段的什么旷野要走过，而旷野是以色列人跟神最亲密的时刻，是跟神的蜜月期。透过旷野，神直接供应，直接带领，让百姓看见这位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来了解。所以马太福音耶稣怎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徒，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是的，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对，那个时候到，也许是我们神接我们回天家的时刻，也许是神耶稣基督第2次再临的时刻，但是他告诉我们，他要同天使降临，要照我们个人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他要来数算，要来清算。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
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每一天都能够过得敬虔的生活，让神喜悦。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阿们。我们这个羽毛球的教练在这里哈，对，牧师40年前年轻打高尔夫球，打羽毛球也算是打得还不错哈。40年后想说，我这么年轻怎么可以不打呢？打3个礼拜哈，对，3个礼拜，想说透过羽毛球比较激烈的运动，可以消耗比较多的体力，对不对哈？所以越打越顺哈，还去买了一支的新的球拍，教练我买了新的球拍呢，所以那一天打完就送给孩子了，就决定说好，很棒，我一生里面打那个羽毛球，我就到此以后就是用观看的，因为我超厉害，可以看懂，好想说让自己更棒，对不对？所以想去操练自己的身体，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保罗告诉我们，敬虔是所有一切的好处。感谢主，我有敬虔的生活，所以神就医治我。阿们。神就与我同行，让我可以做见证，依然站在这里。我的主治医生告诉我，他说：“我看见你在台上那种的活力超乎我想象。你不是刚开刀完1个月吗？但是我告诉你我开刀过的许许多多的人，他经过这种刀以后，都觉得他人生大概就在这里了，大概没有什么未来盼望了。但是牧师，我看到你不一样呢。我说，因为我里面的这位神，给我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盼望。所以你要赶快来受洗，我把这个神分享给他。好，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看见对等候所盼望的福，这是基督徒的永恒的价值观。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永生的确据，这是理所当然的，好不好？你跟隔壁来说，很细细的跟他说，我有永生的价值观。来，是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来明白。最后保罗跟提多讲了一句话，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哇，保罗他成为师父的，他教导他的门徒他说你要有信心的，并且要不怕被否决的、否定的，或者被排挤的，不用被拒绝的，都不用害怕。你应该要讲明，要好好的劝诫人。我们感谢神，在我们的永光教会里面，我们都很踏实的跟弟兄姐妹很清楚的，牧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清清白白的讲的坦然的来面对各种的挑战、各种的问题，因为这样子可以叫我们可以行走在真道之上。阿们。所以这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保罗他传扬福音，他建立教会，他是全力以赴的。而如今我们也看见神也祝福我们永光教会，让我们永光教会有领袖培育学校，有细胞小组，我们过着敬虔的生活。基督徒我们靠着这信心，我们有活力，并且我们相信神的作为在我们所需要的人身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作为就彰显，这是神迹。阿们。而且我们说出来就是为神做见证，就是我们永光的 DNA， 对不对？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是这样一起来经历这一切。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现在都在写永光的历史新页。阿们。好，我们继续右手来，我们来宣告，来，我们在写永光的历史新页。阿们。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那对，感谢主这礼拜牧师讲道篇在礼拜5之前就写完了，不然礼拜6我说真的没有办法写但是我感谢主，没想到预备的这个信息刚好跟我们教会的
年轻的姐妹所遇见的，再次也鼓舞自己，也提醒自己在这份信仰上。话说有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老年人哈，那主治医生来看，就告诉他说：“阿伯，你要知道哦，你的病很重哦，你要了解哦，你要了解你的病情现在大概是这样哦，不多时日哦，所以你要预备好哦，你可以跟你家人说如果你想吃什么，就告诉他们不要再阻止了哦，你要享受美食想吃什么就吃你想看什么人，你就告诉你的家人你想看什么人，这样子让他们赶快来医院看你好不好？”阿伯就喘气喘得很大，好，阿伯你还要想看什么人？阿伯，我要看另外一个医生啊。阿伯超有盼望的，对不对？你跟我判死刑，我要叫别个医生来看，对不对？我要看另外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医生已经不一样，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笑话，但是确实当我们面临生命的关键时刻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有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信心、勇气跟盼望，那是不是值得肯定？表示说我们还知道我们的生命还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觉得生命没有意义，很多人就放弃了，不是吗？但是如果你明白你的生命是带着神的荣耀的话，那你应该要在还有呼吸的时刻，还有未来的一天的可能性的时候，那是可能性嘛，对不对？那你应该要想一件事情，你生命终结的指望是什么？我相信如果问到这个问题，你的答案不会说我想吃顶级的牛排，你也不会说我应该换一辆车子，或者我甚至要换一个新的房子。不，我相信这不是你的答案。但是你的答案是什么？今天不用交作业，但是这是一个考试，让你回去思考。但是你必须要告诉你自己，也要回复我们的上帝，你生命终极的指望是什么？好让上帝为你预备那终极的盼望，到有朝一日在神的命定日子里面，让你有家可归。阿们。愿神帮助我们的姐妹有家可归，因为她是一个完全依靠上帝的人，在最痛的时候，她是跪下来祷告，不是找医生，我要找另外一个，不是的，她是跪下来祷告。愿神帮助我们，人生的课题我们都要作答。你跟隔壁说，这人生的考题我们都要作答。来，是的，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好不好？来，最后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4章8节。再一次来，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4章8节。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真经享受一切所有，我人生经历过的每个时光，我一生所走过的每个脚步，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太阳照
晨升起，黄昏又落下，秋天花的清香，秋天的果实，春夏秋冬变化的每个瞬间，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在这块土地出生长大的我，从我年幼的时候直到如今，我呼吸的生命怀抱的梦想，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我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儿女，来当主宝座前敬拜赞美他。我能传扬耶稣福音的祝福，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认识你是出于恩惠，我们能够享受你的救恩也是出于恩惠，我们今天可以敬拜，可以更多的跟随你的脚步，也是出于恩惠。谢谢你把这恩惠赐给我们，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愿你帮助我们把这美好的信息不断的可以发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成为见证荣耀你。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永光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永光人，祝福每一位跟随听从你话语的人。如此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个时刻，我们要来举行我们第18届的领袖班的同学的毕业典礼。好，我们来请我们的毕业典礼来，毕业生我们来进场，我们热烈掌声。感谢主哈，他们总共经历了98个小时，而且呢，都是要都是要每一个时间呢都是要准时的哈，所以他们是经过一个操练的哈，精兵的操练。好，那我们是不是来请我们的名家？好，来，我们往前快一步来，往前。好，我们站到第一排，要不然后面的都被你们挡到了哈。OK， 对对对，这样。OK，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我们的毕业生，我们邀请我们的毕业生
来致答词。我们请刘哲同学来为我们毕业生致答词。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培育学校第18届的毕业生刘哲。首先，我要感谢牧师、班导师、讲师、班长还有所有同工，在这1年半时间陪伴我们。我跟我太太吕敏慧参加培育学校。因为我们的小组长万小平在吗？举手。对，他鼓励我们更要认识教会，而且他的热情让我们无法拒绝。如果以前有人告诉我会有一天站在这里，抱歉，站在这里。担任毕业生致答词，我一定会大声笑，然后逃跑。但感谢主，这正是今天我站在这里的原因。培育学校不单单叫我认识圣灵和我们的教会，它更教我如何胜过恐惧。回想报名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培育学校就是一个讲座课程吗？来坐着听听课，抄抄笔记，回家大概就忘得差不多了。但第1周上课时，我就发现这不是一个教室，而是一个操练场。我们不只谈论神的恩典，更要学习把我们信仰活出来。我记得第一次上课时要我们聆听圣灵的时候，我只听到冷唧唧的声音。我心里想，我大概不适合吧。牧师，请你不要对我太失望了。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操练。有一天，突然有个很清楚的念头：你终于来了。Amen。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是圣灵。Soaking 变成我最喜欢的部分。培育学校最棒的是没有分数，没有考试，唯一的需要就是我的渴慕和一个真实的我来上课。无论我是太忙太累还是睡不够。今天早上我毕业了，我知道这不是终点，反而是我的信仰才正要起步。与培育学校认识的伙伴们一起继续往前走。所以我的邀请很简单，如果你希望自己更认识神，也希望你的信仰可以更真实，也想认识我们教会，请加入培育学校。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我们已经帮你留了位置，欢迎你。谢谢。愿主祝福大家。感谢主。这是毕业生的致答词，
他呢是美国的博士，但是他愿意在神的里面，他就像一个孩童的心，他来到我们的培育学校。他也是万小平老师的学生，对不对？所以刘哲，你现在是几年级？3年级。国中、国小3年级。但是我们看到他的高度，这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同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位也是我们非常棒的学员，他要来为我们做见证。阿曼达，来，阿曼达。我把我的大桥放。好多人哦。好，亲爱的牧师和永光家人平安，我叫廖慧敏。因为永光有很多慧敏或是敏慧，让人傻傻分不清，所以你也可以叫我阿曼达。很感恩能和大家分享完成培育学校这1年半的小小旅程。我还记得2024年11月第一次踏进永光教会时，被主日动感的敬拜和热情又有点尴尬的新朋友接待所吸引。我是在别的教会受洗的，曾担任过教会主日学全职同工和领袖。信主恰巧满20年的我，却因人的问题而离开。今年我来到永光时，当时我正经历人生突如其来的风暴。家里从小到大居住的房子，因着家人金钱处理不当，导致房子被诈骗，需要重新贷款30年。妈妈也因多年脊椎病痛需要紧急开刀，有额外一大笔的医疗开销。经历这些种种，至今我心中仍没有答案，但我却深深感受到主的平安。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我知道谁掌管我的明天。很感恩的是，神让我在短短2个月的转换教会过程中，透过网路找到永光教会这个属灵温暖的家。感谢影音和自媒体同工，你们的服事很有价值。因着稳定主日和小组聚会，让我感受到完全的爱和接纳。毕竟我在圈内很久了，稍稍可以分辨山羊和绵羊，甚至谁是大野狼。所以我很感谢神，看见永光教会是一个健康成熟的教会，是一个爱灵魂且愿意走出去传福音的教会，也是一个彼此真实相爱的教会。无论是街头布道、幸福启发小组、和牧区出游，我看见永光人单纯爱神爱人的心和渴望灵魂得救的迫切。我也感恩，让我在去年有机会第一次带妈妈参与教会的出游，感谢健身小组神队友的热情接待，妈妈也有给5星好评。时间过得很快，我来到永光教会已经1年多的时间。虽然生命一样有难处有挑战，但我因着参与培育学校的课程而更深的经历神。神让我的生命就好像诗篇1篇3节所说的一样，我的生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因着生命的根基被好好修复、好好建造，生命的次序再次与神对齐，使我可以重新得力，满有盼望，活出喜乐。最后，我要特别谢谢周牧师和潘牧师，以及培育学校的所有服事同工以及班导师。谢谢你们愿意花很多时间，真的很多时间，很重要，所以要讲3次，即付上极高的代价来服事我们，用心建造每一位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的根基。用你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结出生命美好的果子。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个受惠蒙福的果子。最后也谢谢每一位一起上课的可爱同学，每一份点心，
每道水果，还有每一篇激励人心的属灵 QT 和真实敞开的分享，都是让人细细数算的恩典。感谢神，有永光真好，有你们真好。最后也鼓励还没有参加培育学校的弟兄姐妹，赶快来报名，一起加入生命改变的行列。报名专线请打08005617-680，我要一起来报名，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举行我们的受证。好，我们要举行第18届的培育学校受证典礼。我们请唱到名字的同学请往前。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学员拨穗与受证。吕志刚弟兄。刘哲弟兄，洪伟恩弟兄。张义明弟兄，林真义弟兄。周荣妹姐妹，邱小婷姐妹。吴彩莹姐妹，冯秀慧姐妹。廖慧明姐妹，吕敏慧姐妹。
林诗意姐妹，卢文君姐妹，卢静怡姐妹，曾素云姐妹，好，那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小组长来为我们的毕业生献花。我们非常的感谢我小组长找不到人呢，哇，感谢主，我们前面一排往前来，往前来，小心哦，让后面的来往前来。哇，这怎么还有人送酒啊？格马兰，哇，感谢主哈。让我们所有的毕业班，他们这一班哈，他们每一个都非常的，他们凝聚力很强，所以他们在每一次的分享上都充满了乐趣，然后彼此生命，彼此的鼓舞，所以这一班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哈。那我们现在要来大合照，我们要请班导师啊，班导师，哇，我们的班导师，我们再一次的用热烈的掌声，因为我们这些的学员都是班导师这样一堂课一堂课这样陪伴下来，所以班导师也可以再领到毕业证书哈，哇，这样我们可以来稍微我们比较高的来旁边好不好？来，那你们比较娇小型的来到中间一下，这样后面好。那可能我们的男生你们都好高哦，好，这样子可以吗？好 ，OK， 是不是他们也要到前面，这样会比较好？好，那个我们的毕业的学员来跟班导师换一下位置，毕业的学员还是在前面好了。那他们真的很高哈 ，OK， 好。所以你们再往下站好了，好不好？后面这样班导师他们才可以看得到。来，你们再往前一点，好，这样好夹缝哦哈。我们的班导师，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班导师，一个班有3个导师，就这样陪伴，然后引导他们，而且他们有时候在soaking 上面任何问题都是班导师这样一一的在带领。所以我们也用掌声谢谢这些的班导师，愿意爱神也爱人。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拍照来。好，那中间可以牧师，我们就来牧师来。好 ，OK， 那后面可以吗？好，我们的班导师踮脚一下哦，好，我们来看前面，来看师良，好来，1、2、3，耶。好，还有吗？好，来，再来我们的永信这边。好，后面可以看到哈 ，OK， 好。
好，我们再一次的热烈掌声，我们谢谢我们的班导师。来，我们班导师先回座。呀，我们的班导师呢，在他们自己在牧养，从培育学校毕业，他们经历到这个培育学校的好，然后经历他们的牧养，然后呢，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经验能够传承，所以我们一代一代都带着从基督来的 DNA， 阿们。所以我们非常谢谢这些的我们的班导师他们呢下一期他们继续在陪伴我们也非常的恭喜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的学员，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恭喜他们，他们现在开始在小组里面服侍神了。好，我们请回座。礼拜结束后呢，我们就可以拍照跟他们多多的来拍照，感谢主。好，我们请回座。奉献是回应神的爱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事工分请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是端午节的时间，有没有出去玩然后回来的？有出去这2天有出去玩的，请举手一下。哎呀，都有 OK。好，那预备要出去玩的举手一下。好，不论我们在哪里，神的爱都与我们同在。那也非常的恭喜我们今天的毕业班领袖班，恭喜他们。是刚刚我们的刘哲毕业致答词的时候说，现在正是一个开始，对不对？服侍神的一个开始，所以这是神一个非常棒的预备。我们来关心我们这一周的消息，来。好，这是我们的导读经文哦，好，记得我们要抄写哈。好，我们来看一下黑色的字，来，请。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提多书3章6节，再一次，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
所以圣灵可以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披戴圣灵。阿们。好，再来，接下来，那这就是我们的昨天青少年的毕业生的 party 哈，所以有55个青少年参加哈，所以昨天他们非常的热闹。我们期待在这个世代，年轻人、儿童都一定要进到教会。让我们的生命是在基督的根基里边，才能够连接到永恒。好，所以呢，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参加小组，参加我们的启发、主日的礼拜，都是我们一个生命跟神的连接。这个就是灵性的存款，阿们吗？我们的灵性的存款。好，再来。好，那这是毕业生哈，他们总共完成了98个小时哈，98个小时，所以这是神量给他们的产业，恭喜他们。好，接下来，那等一下呢，我们有毕业生跟我们的学员，有门徒班，还有成长班跟学弟学妹的分享参会，还有我们的班导师，然后他们呢会有一个彼此的分享哈。好，所以这个非常的美好，我们都期待大家都能够出席。好，接着这个是我们这第10周的幸福启发，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每一组的相片一下哈，每一组都充满了喜悦。然后新人来到我们的启发，他们的分享也非常的棒，并且让他们对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哈。好，再来，好，那我们长执会呢，本来是在7月的第1周，那我们呢要把它调到7月的12号。好，因为7月5号礼拜天的下午呢，牧师我必须要到树林教会，牧师要就任，所以我必须要去那边服侍讲道。所以我们就顺延1周。好，再来。好，那这是一个职场布道的好机会，邀请如果你现在是在上班的人，那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邀请你的同事，然后呢来参加这个参会。那这个参会是免费的哈，一个人的价值是1200。是，所以呢，这是CBMC 他们所举办的，为了职场的宣教，所以我们永光教会我们非常重视宣教跟传福音，所以这是给我们在职场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你邀请一个也可以，那来跟我们的会华干事来报名，然后让在这个参会里边可以充满许许多多我们职场的同事们。也许你没有什么样的好机会来跟他诉说，但这是一个机会，你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当天有黄国伦的他的见证分享，非常的感人哈。所以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有机会可以邀请你的同事参加。这是非常棒的哈。好，我们8月29就报名结束哦哈。你当老师的，可不可以邀请你的老师的同事？可以，你在任何一个职场都可以，哪怕你同事只有一个，你都要邀请他。可不可以邀请你的老板？可以，很好的机会。好，你邀请你的老板是所以呢，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哦。好，我们看我们永光可以包下几桌哈。好，再来下一个。那我们恭喜嘉佑好怡慧。好，嘉佑的父母亲是我们的宗亲还有知和，我们恭喜他们哈。还有怡慧的爸爸是我们的赵明长老，对不对？赵明长老还有我们的淑美，哇，他们要嫁女儿了哈。是，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弟兄姐妹正在练习他们的婚礼的祝歌，所以呢，弟兄姐妹6月27号接下来的礼拜6晚上。只剩这一场，所以呢，我们来参加来练习。我们唱的是一首比较新的歌哦哈，所以我们要来练习，然后来祝福我们的新人哈。新人有没有在这里啊？好了，来，再站起来一下好了。好，对，我们要来祝福他们哈。是，所以我们来参加诗班，就是对他们很大的一个支持跟鼓舞哈。请坐。好，请坐。好，接下来，好哇，这是他们要结婚的，很帅哈。好，
常常为他们祷告，好，让他们在婚礼荣耀神，在婚后的生活呢，真的天天有神的甜蜜在他们里面。好，所以呢，教会的青年男女是你们呢，在教会里面可以彼此的认识，然后呢，正打算有进一步想要谈婚嫁的时候，就来找牧师婚前协谈。没有婚前协谈是不帮你们证婚的哈。而且不要用登记的，一定要来到教会，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神来为你证婚，阿们吗？因为我们的婚姻是跟神的一个约定，所以两人彼此一定要在神的面前立约，不是登记就算了哈。好，所以在神的面前，在教会里面的结婚典礼，这个神圣性是胜过一切哈。好，再来。好，那我们的大卫师母就是我们的君玉师母呢，她今天在荷兰的河流教会受按立为他们教会的牧师哈，非常的恭喜我们的君玉师母。那她明年可能还会再回来，然后我们一样可以做街头布道。那她明年回来就3个小孩带回来哈，感谢主。好，再来。那我们的儿牧呢，小6他们要升班在青少年哈，有这一些的孩子的名字：陈爱、孝天、雨田、雨成，还有嘉乐，他们在楼上是吗？是吗？好 ，OK， 好，所以我们也祝福他们。好，接下来这是秀莲牧区哈，他们在6月27号的出游，我们也为他们关心代祷。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协会，等一下礼拜之后，我们在这里马上要召开15分钟的理监事会议哦，哈，我们就在这边来。所以呢，在名单上有你要参加哈，你要参加我们的会议才能够成会哦，哈。好，再来，好，这是我们的恒宇哈。礼拜6早上8点半，牧师就接到他的爸爸的来电，说恒宇6点半在家里面，蒙主恩召，我们都吓一跳。后来我牧师全家就赶到林口长庚去。赶到林口长庚的时候，在那里也没有急救，也没有办法。是后来，我们才送到二滨去。那跟他的爸爸妈妈谈了之后，知道小鱼，其实小鱼本来是住在台大医院。那他这次住台大医院的原因是，他这次不是有回来巡回演出吗？他是从中国然后来到台湾，那牧师也有去看，然后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也有去国家音乐厅看他演出，但那时候都还非常的好，所以他还可以演出。后面呢，他就去到日本，他的巡回的下一站从台湾结束就去到日本。那去到日本2、3天之后，他 LINE 跟我说，他的身体很不舒服，因为他一直发烧，然后呢，他的牙龈都肿胀，那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呢，他在他的乐团里面就临时他就解约，因为他们那个乐团都是要有合约的，所以他就临时解约，然后从日本搭飞机回来台湾，然后一回来台湾就马上进到台大。那牧师呢有几次去探望他，那他就是在他的有一个真菌的感染，所以让他口腔然后很痛，然后喉咙也不舒服。所以呢，他在上个礼拜呢，牧师特别播了2个小时。我跟他爸爸说：“你出去走一走，这2个小时我来陪伴小鱼。”然后我就跟小鱼，他就在病床上，我们2个就谈，然后说笑，然后他也非常的愉快。那到一半的时候，他说他开始痛，好，他痛的时候，他就自己就跪在床上，
跪在床上，牧师就陪伴他在床的旁边，他跪着，他自己祷告，就跪着祷告，痛的时候就祷告，跪了半个小时。后来他就觉得比较舒服了，那牧师呢就用 soaking 的音乐给他听，他说非常的好听。那生命里边他带着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心跟意志，他知道神要医治他。是后来因为医院太吵，以至于他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就想要回到林口他的家里，然后在家里面休息。那如果需要就诊的话再就诊。是，所以他回到家里去休息，大概4-5天。是，那在礼拜6上午听到这样的消息，牧师也非常的不能够接受。那他在礼拜5的晚上，君玉师母还从荷兰打电话跟小鱼谈了40分钟的电话。礼拜5的晚上，那到礼拜5凌晨的时候，妈妈发现他好像咳，在礼拜6的凌晨的时候，妈妈发现他好像有很多痰，他一直在咳痰。是，那后来他咳了一阵子之后，妈妈就看他要睡觉，所以他就睡觉。那妈妈就在他的床旁陪伴他，一直到早上6点多的时候，妈妈看着他似乎在睡觉，但是一过去一看一摸，哇，身体是冰冷的。所以小鱼是在一个整个都是被痰卡住的情况之下，在睡梦中就离开。是，他38岁，他的妈妈说，他19岁在台湾，在永光教会，在19岁的时候，他离开台湾，然后去到巴黎，一个人去到巴黎，在那边刚好正满18年、19年，所以现在是38岁。小鱼是我们青少年牧师来到永光教会带的青少年的第一个。是，所以在他的后面，然后他也很会带这些的弟弟妹妹们，所以我们的青少年就越来越复兴。那小鱼他本身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昨天我们接到这个消息之后，一整天我跟周牧师，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脑袋都一直在想念他。我问了神，也有一些弟兄姐妹问牧师说，神为什么没有医治他？神为什么要把他带走？我问了神，圣灵就回应我，他说，小鱼他在这个世上，其实他已经在天上了。因为他在地上的时候，他生病，他任何一个时刻，他总是赞美神，他总是感谢神，他没有抱怨，他没有跟神说，主啊，你为什么给我身体这么痛？他没有，他赞美神。我去到他的床边，他都在读圣经，所以他一直跟牧师分享说，他的心里面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平安，他赞美神，感谢神。所以昨天我在祷告中，神跟我说，他早就在天上了，他早就在天上，因为他过的生活都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只不过神说他在肉体，在地上的肉体的难处，神说我要让他休息了，我要让他休息。所以他现在在神的怀抱里边，这是他天天在地上都在过的日子。所以我们为小鱼，对，为他的家人，特别是为他的爸爸妈妈祷告。他的爸爸昨天到殡仪馆跟我说，潘牧师，你可以到圣城，圣城就是放骨灰的地方，他说你可以去帮他找一个位置，好让我们安放他的骨灰。是，所以这是我们的姐妹，她是有信仰的，并且她的信仰是落实在她的生命、她的周边。是，所以她的生命仍然在绽放基督的光芒在她的里面。也感谢主把她放在我们当中，我们持续为这个家庭祷告。那她的告别式在什么时候，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来讨论。到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
来悼念这位我们永光的青年。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庄以乐弟兄，有没有在这里？我们欢迎以乐弟兄。以乐，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以乐是一位工程师哈，住在安乐路。是谁带你来的呢？以乐自己来的，哇，是感谢主哈。你是基督徒对不对？是，好，所以你以后会常来吗？那你就知道牧师的意思了。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啊！我们再用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以乐。以乐呢，他住在安乐路，大家记得哈。以乐住在哪里？离永光远不远？好 ，OK， 感谢主。好，我们再来介绍伟新，是不是？好，我们欢迎伟新。来，伟新请起立。是住在林口，是，所以你跟以乐是认识的。OK， 我们欢迎他们哈，两位来到我们永光教会，跟我们一起聚会。上帝也大大祝福伟新，我们也欢迎伟新每个礼拜跟以乐一起来。好，再来。好，我们介绍丽文，是美会介绍的朋友。丽文，你在哪里呢？好，在交易厅，我们跟他挥挥手。好，丽文，我们欢迎你。上帝也大大祝福你。哇，原来他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也是一位爱主的姐妹，感谢主。好今天来的弟兄姐妹呢，上帝的灵感动你们，让你们在永光跟我们一起敬拜神。牧师相信我们所领受的福分也临到你的身上，不仅是你，还有你的家人。阿们吗？好，所以我们请这3位新朋友呢，你们带着你们的包包，跟着我们迎宾同工呢，教会有礼物要来送给你们。好，那我们现在旁边的人有没有不认识的？好，感谢主哈，每个人都认识。好，那这个时刻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歌词，也有盼望，有能力，大大的爱，看你旁边的人，让他爱围绕你，使得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向左向右转，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使得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毕业班向后转来，毕业班来给大家一个爱，我们给毕业班。爱你，让他爱围绕你，使得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喜乐充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依然站立，请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愿上帝丰沛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你的家，并圣灵的引导，让你们天天活出神的喜乐跟丰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你的国
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接下来是拍照时间，大家请坐。我们协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协会的理监事，我们还是到西馆的希望教室来开会，这边给我们弟兄姐妹来拍照哈。